主后2023年12月22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上主所爱的禁者，圣经咱做来听读。以赛亚书58章第10到14节，着大声喊，毋通停止；着出来发，亲像在分扫角；着对我的子民宣布因的悖逆，对雅各的后代宣告因的罪。因逐日在找求我，以爱要知我的道路，若亲像是秉公行义的国民，无弃杀因的上帝的命令。因有对我求问公义的审判，若亲像欢喜亲近上帝。毋过因问阮禁者，你若无关心；阮刻苦，你若无注意。其实，恁伫禁者的日，还为着家己的利益，强迫恁的工人做苦工。恁禁者嘛伫冤家争斗，用凶猛的拳头母争别人。恁今仔日安尼伫禁者，减会互恁祈祷的声透到天顶。这减是我所爱的禁者。人刻苦家己的日子，减是安尼。恁亲像芦苇头穿麻衫，倒伫火湖，减讲这就是禁者，是上主欢喜接纳的日。其实我所爱的禁者是安尼：透开无公正的锁链，剪断白重担的绳，透放受压迫的得自由，降断一切的担。我所爱减毋是恁甲妖魔的分享食物，接待无加可贵的散赤人去恁兜，互赤身裸体有衫通满，无闪避对亲人的责任。安尼，恁的光会亲像黎明发出的光，恁会真紧得到医治。恁的公义会做先锋带恁，上主的阳光会伫后面保护恁。迄时恁求救，上主一定应答。恁对伊求帮赞，伊会讲我伫遮。恁若将欺压人的担刷开，将斥责人的枕头刷走，无搁讲人的歹话。恁若将食物分互枵饿的人，满足困苦的人的需要，安尼恁的光会伫黑暗中发出，暗暝会亲像日中昼。上主会继续引带恁，互恁伫旷旱的所在，逐项拢满足，互恁的骨头臃肿。恁会亲像有水灌压的园，亲像有水直直流的水泉。恁会重建早就荒废的所在，修建古早就有的地基。恁会互人称作补破起来的，互人叫做修理厝，互人徛起的。恁若无破坏安息日，无伫圣的日子追求利益家己的事。恁若看安息日做通欢喜的日，尊重伊做上主的圣日。恁若尊重圣日，无做日常的工作，无做家己欢喜的事，无懒散讲话，安尼恁就会对上主得到喜乐。我要互恁伫地上逐所在受尊重，用恁祖先雅各留互恁的产业养饲恁。上主亲嘴安尼宣布。上主所爱的禁者，禁者伫无共的处境中，常常有无共的含义。譬如讲，禁者会当是一种配合祈祷的行动，像是特别为
囝得到医治，禁食祈祷，也是耶稣教示门徒赶过时爱禁食。禁食也通是一种表达哀痛的方式，亲像扫罗王互非利士人杀死了后，人为伊禁食求哀。以外，禁食也通表达悔改，譬如亚王侵占拿伯的葡萄园了后，当伊听闻先知以利亚传达上主的警告，随即贴里衣服，穿麻衫，用禁食表达悔意。禁食的面向甲定义十分广泛，并无限定伫顶面举例。总是无论倒一种的禁食，上重要的拢是心灵诚实，而且禁食目的甲要求拢会当甲上主的旨意一致。咱也用安尼的观点来看以赛亚书58章所提及有关以色列人的禁食，无发现莫怪上主袂压力因的禁食。首先，对动机来讲，以色列人的禁食背后怀着不同的动机，因为因只是希望引起上主注意。显示因的禁食是一种利益交换，期待受苦会当得到相对应的回报。这点其实是非常虚伪。搁再来，以色列人的禁食并无带来行为的改变，因在意的单单是外在的形式。比如讲，因禁食的时阵，虐待家己，随条送去，困踮亚希夫的抹布顶面，看起来袂似是真的，毋过实际行为却无法度和真实的敬虔一致。莫怪上主表明，检讲这就是禁食，是上主欢喜接纳的日。实际上，上主所喜爱，并毋是禁食本身，也毋是任何外在的形式。上主所喜悦的是伊的子民会当照伊的心意来活。换一句话讲，当人愿意照顾贫困者，分食物予枵饿者，予受压迫者得到讨饭，施慈爱甲怜悯，予求助无门的亲人，上主就要随听因的祈祷甲呼求，搁伫伊的引导下面，予甲伊同行的人得到祝福。对生活伫现代的咱来讲，这段经文中的禁食，也通替换做各式各样宗教活动。咱应该深刻反省，当咱参与礼拜、聚会、服侍、投入敬拜、学乐、祈祷、读圣经、听道理、奉献等等宗教仪式的时，咱的内心深处是毋是带着追求回报的动机？当参加的宗教活动哪济，咱的心是离上主哪近，还是离伊哪远？咱内在属灵的生命是毋是甲外在的敬虔一致咧？但愿咱会当记得，上主所喜爱的禁食甲敬拜，毋是任何外在的形式，是咱会当真诚跟对伊，照伊的话语和心意得活。默想，我所参与的宗教活动，是毋是为家己的生命带来真实改变？我所参与的宗教活动，是毋是为着家己的生命带来真实改变？上主，求你予我明白你的心意，无一切的宗教活动成做我惹厌虚伪的面躯。当我信仰麻痹也是迷失的时，求你将我救转来，予我转来到信仰的本质，顺服甲军队。奉主的名求，阿门。
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